原来如此，死者是被猛兽攻击而死。且慢，来者何人？事情并非如此。兰伯特警官，是你，布莱菲。像鸭子这种凶猛的野兽是不会自己杀人的。难道说？没错，死者另有其人。兰伯特警官，你就是死者。原来如此。原来如此，那这么说来，没错，凶手就是连续杀人魔世纪末的驯兽师。好，来，普莱菲，立功看麦。首先，探长，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伦敦，这是不会错的。普莱菲果然高明，而且，死者是今天，要不是昨天，或是更早以前被杀死的。没错，普莱菲真是厉害。另外，现在是世纪末，这点是不会错的。普莱菲的推理果真是无懈可击呀！探长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是1900年的12月31号。没错，他嚣张不了多久了。